头新义乡嘅石木村有一头村民，如感觉讲过丰盛、过骄傲嘅石木，一头种树按算有超过800岁嘅哟。同时，咩系全国十大嘅大树嘅当中唯一的废叶树。古所村民特别睇亚只嘅係一撮种树古苗，唔过3年前800太水土烧屯苗打坏下的石木村嘅丫头种树，咩因为本泥沙。喺度古所起始嘅，居民都希望有关单位是得去关心亚头什么。两间太认同树村落777实行喺看起来东西讲，原址大头种树嘅7港有4.2公顷，树高50公顷，有800万年按旧咧，所以当地嘅居民就讲掠係什么？看到按太同嘅树，本外地入口起到講來量當得咧。咱散下去上咗差唔多15分鐘，來上有人，呢都樹嘅確實有按抬有按降，因為風也大，風景也好，實在有加大。摸那個風台家下都被打掉了，啊！你唔知打到哪方面唔知嘅。樹木種樹工嘅排片和掉頭嘅位，不過地圖本來選項實唔地圖內位。連接800樹仔嘅是樹頭打落來當道嘅內向，除了打塊種樹公苗，還有當道嘅種樹，連接本內向一撇，未慢慢4撇。所以太之間咪希望講相關單位是來想辦法，保護呢頭樹木村嘅精神象徵。呢頭樹木村嘅是日本時代來到了樹木村民嘅精神象徵啦，吼。希望有關單位講留起來保護好，哦，其實安全性弄來裝好來，吼，啊對樹木村一種精神的寄託。這係咪喺神木看有繁榮嘅感覺？政府應該有經費來做嘅，應該做得考慮看下。樹木村民嘅新冠頭做法動清楚，雖然台灣新任內管理處既然有做得措施，同時未講還是排有整體嘅保護規劃。唔過，他所有嘅事情做下忙做到之前，居民恐慌無法度安心。卡卡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